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伟民。过年咧，你这食食咯，是毋是伤过头济，互你小可变大颗？无要紧哦，今日咱节目要小可运动一下，我要小解你哦，一寡食食咯，互你清肠清胃啦吼。首先咧，咱就要先来邀请咱的林教练做伙来甲咱做运动，欢迎林教练。阿明你好，你好，哇，教练，我最近啊吼，这个过年了，食了有较大块啦吼。安怎来解决我这个腹肚痛咧？有啥物动作会使甲咱小解一下无？咱今日介绍大家一3个简单的动作，是，利用这个简单的工具，这个做乌铃，啊，咱来做3个动作就好。是，咱第一个动作，咱来做硬扭，硬扭就是甲一个真重的物件对涂骹甲扭起来，所以咱即摆要来试看觅。是，有啥物美感无？美感安怎徛？咱等下咧徛伫这个乌铃的两边，咱双脚徛伫两边，徛伫两边吼，徛伫这个身躯多伫伊的正顶边。是，这个嘛是一个拍好对，身躯先拍好滴，好来，咱先举落来，甲这个乌铃的这个把手赶咧。是，安尼我动作敢有对？骹脚边先拍好滴。骹只轻砍挺出来，腹肚爱出力，好，腹肚爱出力，用尻川个力甲凸起来，即马徛直的时阵多挺胸，安尼。即马慢慢甲尻川翘出去，搁甲放喺涂骹。是，咱这个动作做5个，第一个，来，第2个，好，过来，第3个，你感觉身躯拢爱出力，尻川爱出力。大腿爱出来开始咧流汗，哇！好，咱搁一个吼，大粒汗、细粒汗，哇！这真正是这个过年是食伤济吼，都爱安尼个操一个啦吼。对，好，我搁加操几个，好。第6、第7，老师安尼这个这伤，胸坎爱甲泡较开咧，所以咱徛起来时爱规个安尼身躯扭胸坎。泡开，你也感觉尻川有出力，大腿有出力，是，腹肚嘛有出力，这尻川爱慢调的啦，对，是，能够试一寡看嘛啦吼，这招真正是，你看已经出汗啦吼，这做硬扭啦吼，咱第2招，deadlifting，好，第2招叫 squat，叫深躯，咱甲这个乌铃甲放伫胸坎。靠近伫胸腔，搭在身躯顶，是，即摆来骹翘材料，用尻川去举落来，搁徛起来，举落背起来，举落背起来，这个骹头虎应该较好。爱用尻川来举哦，唔好用骹头虎举。好，我都要讲完，这重点是爱用尻川去举，用尻川去举，爱用尻川大腿来甲挺起来。哦，你小共这骹脚片爱拍直，甲挺起来。你这个意识拢爱放伫你的腹肚，放伫你的骹脚片拍直。用尻川去举，袂使用骹头先举哦。是，小共咱做5个，好啊。好，2，哇，真正出汗3，用尻川哦，是，唔好用骹头哦。5，好 ，OK。哇，有影忝头呢？有忝头。是，安尼讲过年时啊食伤济，真正咱头拄用到这腹肚的力。所以这2个动作其实规身躯拢会出到力，有影，唔是干那腹肚，唔是干那骹脚片，你大腿、尻川拢会出到力，拢会出到力。即摆咱最后一个动作，够无？够有，咱最后这个八腰健身啊，是，就是咱华语讲的伏地挺身啦吼。咱来试看觅。这较早做兵的时阵爱接做啦吼。好，咱就爱拍咧涂骹，即摆双手先放伫咱的2个肩胛头的。正下边，好，即摆来，这个人脚小可夹咧，是，即摆腹肚经我调，胸坎放落来，甲凸起来，咱做5个吼，2、3、4，身躯爱经我调5，好 ，OK， 这是腹肚痛啊嘛是，腹肚痛爱经我调。哇，安尼这叫做健身啦，所以这身躯爱经我调，袂使拿落，吼，对，经我调啦，所以这个所有的这动作拢爱照步来，才受到伤啦吼。等下咱特别带大家先来看讲吼，这个大颗人有治着病啦吼，所以这个治病这个原因，咱先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咱国民众爱食外口，做是无正常。国健署上新调查发现，大人大口的比例有4.5%，是这几年来调查的新高。根据健保资料嘛显示，病态性大口的就医患者，尤其是19岁以下的青年也是囡仔，5年来成长83%。
我就跟我们家小孩讲，我说你不要再胖了。现在的小孩，我觉得他们遇到压力，然后就会一直吃，然后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健保给付的病态性肥胖，19岁以下5年成长率也达到83%，从2014年的730人到2018年的1341人。健保署指出，病态性大考的定义是身体质量指数 BMI 大过等于40，也是 BMI 大过等于35，合并三高、困眠、呼吸中止症等等。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最近3档民众就医确认有脂肪肝的人数为14.2万，成长到16.8万，成长要2成。其中查某较侪查某，40岁到69岁的患者占了7成上悬。猪牛羊都有含有很多的脂肪啊，所以红肉的部分，啤酒也好，这个糖也好，它走的循环是直接在肝中做转换，就很容易变成血中的三酸甘油脂，也就是血中的这个游离的脂肪酸，就是血脂肪的部分，所以就特别容易造成脂肪肝。咱国民众脂肪肝成长速度紧，以流行病学研究盛行率推估，潜在甲确诊的人数恐惊有600万人。医学专家提醒，控制饮食、减肥甲保持运动习惯，拢有机会改善脂肪肝的状况。当年搁爱定期检查，才会当维持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哇，虽然有这个休困，但是你看大粒瓜、小粒瓜啦吼。今仔日咧，咱真正是请到这个侪来宾哦，要甲大家吼做伙运动一下啦。咱头道嘛有小解过，咱的这个健身教练林玉超，过一届甲咱这个观众朋友说一下哈喽一下。大家好，我是林玉超。第二位咧，咱要来邀请到咱的瑜伽老师蔡孝丁。大家好，我叫蔡小丁，我是瑜伽老师，教学有12年的经验。已经教12年啊啦吼。第三位咱要邀请到咯，大家真时常看到咱金健康的这个总经理洪素卿，素卿姐你好。好，大家好，我是素卿。是哦，上尾咱要来邀请到咱3组这个内分泌哦，加这个新陈代谢科的这个主治医师啦吼，祝福年丰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祝年丰，祝你年年丰收。但是咱过年了嘛，是爱这个年年丰啦吼。头拄咱就看，到年即阵嘛是靠咱大粒瓜、小粒瓜。尤其讲吼，这个过年时啊，食食真正是真重要啦吼。但是咱若是食伤过头，有当时就是喙较贪食一下啦吼。但是无要紧，头拄像咱安尼做，一回来做几届，其实咱有这个分年龄层的啦吼。这其实。看你克的重量啦，你若克的重量伤重，是，咱可能嘛无法度做伤济，那一般来讲，你若克一个拄好的重量，做差不多10个，是，安尼都有够，做差不多10个，差不多10个左右。是啊，10个做一组，咱一般来讲，咱做一组休困一下，搁做第2组、第3组，是，差不多做3组应该就有效啊，应该就有效啦吼。头先老师提这个50啦吼，有较淡薄啊啦吼，我会差不多几 kg，你会差不多几 kg？你迄粒是12 kg，12 kg，我迄粒是20 kg，20啦吼。其实这拢是算轻的，拢是算轻的。我拢甲我的学生讲，比咱的体重较轻，拢无算重，拢无算重，是。所以咱要安怎？其实咱头先嘛讲到这个美感吼，亲像咱这个爱拍好滴啦吼，身躯爱拍好滴，身躯拍好滴，对，就是胸坎爱挺好开，这就是互咱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肌肉群，互伊拢会当出力，是，咱的这个筋膜有出力，伊就当保护咱的龙骨，保护咱的关节。真正保护掉啦。对。有这个什么款这撇步啦吼，其实有人讲我就是要去练身体啊，但是练到头顶。这练到最勇的，但是我的这个下骹啦吼，这个肉是有当时无扎啦吼，有当时练身躯头顶的这身躯练伤过头，嘛会治着病啦吼。这一般就是讲，阮的建议讲运动就是爱顶半身下半身拢爱平衡。袂使讲干那练顶半身，还是练下半身。是，所以爱平衡。咱即摆就先来带讲安怎看的这个姿势啦吼，才袂受着伤。咱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挂耳机、吹冷气到健身房报道，已经真做民众上时间的运动，而且大家拢有家己预防运动伤害的方法。如果重的时候就很担心，所以就会用那个护膝。在开始真的做大重量之前，都会先做轻的，那等到身体暖起来之后，再开始一步一步加重。查甫的因为训练胸坎的运动，致使肩胛头受伤的人较侪；查某的是因为徛马势姿势无正确，脚头有向前，较会伤到关节。比方说我们在做深蹲这个动作的时候，它的可能膝盖通常会代偿过头，会往前倾，所以说我们要把
做专业的矫正。台湾科技大学上新调查发现，有半数的大学生有重量训练的习惯。毋过，查甫甲查某训练的所在真无共款。查某大学生较注重下半身甲核心训练，若是查甫的较注重顶半身训练。对心血管有帮助的下半身训练，若是完全无咧练，潜在血管硬化的风险恐惊增加2.2倍。它会分泌支连素，那支连素它会启动一些抗发炎。还有对抗胰岛素阻抗，所以它就在这个第一段就帮我们保护掉。医师提醒，透过全身性阻力训练，比如讲骑马式动作，若是正确，就会当提升心血管的健康，甲降低动脉埋葬硬化的风险。尤其是老大人，逐礼拜至少做2届，1届半点钟，唔但会当训练体力，阁会当维持心血管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讲健身以外，还有一种方法，或者是 yoga 啦吼，即马嘛真时件，咱要继续来请咱的 yoga 老师做伙来甲咱训练一下吼，因为过年真正是，你看这个巴肚汤啊，哦，头拄仔已经有较拿落去啊吼，但是还阁爱继续啦吼，这个运动啊吼，是无咧这个行较济啦吼，就是爱这个豆豆来尔啦吼，嘛是爱扭一下，嘛是爱扭一下，哦对，咱即马找老师吼，先甲咱讲第一个动作是啥物咧？好，咱头一个动作就是手啊。为天顶扭踏天，手踏天，巴肚揪入来，会当逆骹尾，巴肚揪，巴肚揪，臀部尻川爱夹的，哎呦，会丢筋的吼，围顶头，你就上下震动一下，安尼吼，吸气，好，吐气一下，好，搁吸气，吐气落来，搁一遍来吸气起，吐气落来，好，第二个动作。真正有这个，该喘动啊吼。对，深呼吸，喘气一下，来喘气一下吼。好 ，OK， 好，第二个动作，咱双脚甲咱的脚趾片共款跨。是。嘿，两只手有拿伫咧头前，为你的目睭才安尼送出去。巴肚开始揪入去。巴肚揪入去。扭长你的身躯，扭长你的背的腰，再揪入去。好，来，咱围正边行过来，上半身。哇，有伸到，哎呦，骹嘛扳掉。对，去感觉你的腰有去震动，巴肚有去震动，好，来吸气，来中啊，吐气，搁换边为倒边。为倒边来。巴肚揪入去，巴肚揪入去，对。真伤济啦。转来中啊，好，手搁为顶头起来，搁放落来，好，放松。哇，今仔可能使减1 kg。啊，有影。哦，真正有这个。春快了哈，有春快哈。是，咱的腰甲咱的巴肚甲咱的屁股拢有去震动着。第三个动作，咱就为边啊揪咱的腰吼，来两只手搁起来，来吸气，为正边，啊你的对臀部，嘿，尻川为倒边，感觉你的腰，甲感觉你的尻川爱巴肚揪入去，好。巴肚，喘气，袂使憋气，嘿，袂使禁气，嘿，来吸气，搁起来。啊，换倒边。喘气，吐气，换边，甲你的尻川，甲你的腰塞为正边，好，手为后壁来，好，搁5秒，4秒，3秒。2秒，1秒，好，吐，放轻松，好，转来中啊 ，OK。真正有这个爽快啦吼。有爽快吼，有扭到吼，有扭到吼。是，上尾一招，咱看到这个。来，咱来，请你倒来。好。倒喺中啊。倒喺中哦。是。啊，你先骹。你的正骹，好，把紧倒骹为正边过去。为正边过来。来，你的正手，甲你的倒骹挽起哩，甲你的骹又较悬的，嘿，去感觉你的骹这尻川皮吧，有去震动着。哦，好，啊，你的面，你的上半身，对，爱换倒边来，来，你的肩膀搁囥来。哦，规个拢有喘气啦吼。好，喘气哦，来，吸气，吐气，慢慢来，吸气，搁吐气。吸气，吐气，搁2个来吸气，吐气。好，去感觉你的骹侧边拢有去扭着，甲你的骹、甲你的腰拢有去扭着。好，真正袂歹。发抖啊！
哦，丢紧啊！有影会喘的吼。放在中啊，来，咱换骹。换骹。骹先揪起来。揪起来。嘿，来吸气，吐气，来，咱换平。哇，真正有挽掉的。倒手，甲你的正骹。倒手，甲正骹扶起来。嘿，扶起来，较悬的。安尼你的腰，甲你的骹后壁，嘿，较有去叮当着。好。过来，你就要用你的吸气、吐气去按摩你的腹肚。哦，大家揉这个软软的哈。对，软软的。啊，你家己做深呼吸，好，吸气，吸气，吐气，吐气，搁吸气，吐气。哇！搁两个来吸气，吐气，搁一个来吸气。哇！吐气，好。哇，这个过年了做这个。真正袂歹。甲你的腹肚，甲你的腰，散了哎，甲你的骹后壁拢去揪着。哇，真正袂歹。好，来。哇，感谢老师。哦，这招观众朋友真正 OK。放起来，来先骹揪起来。揪起来。哎，来，两骹揪起来。两骹揪起来。嘿，咱的手来遮，甲你的腰安尼小可马上按摩者，嘿，小可按摩者。因为咱可能坐久啊啦吼。对。啊，才拢挽掉的。安尼腰酸嘛会改善。有影啦吼。除了咱讲这个过年时，这食伤济啦吼，这个坐久啦吼，腰酸背痛这问题，嘛来做一解来解决。哇，真正真好真好。哦，安尼就介绍到遮。哇，老师，休困一下，规身躯汗。这招真正袂歹啦吼，头拄咱有做这。啊，个有这个这个凸起来，哎，啊个正平，啊个甲咱的腹肚拉落去，啊，厝里若无这个电啊，要吗？要紧，你着铺一个浴巾啊，还是你涂骹拭身去着，当涂骹做的。有影啦吼，今日咱要继续来请教老师啦吼，就是讲坐这个方法啦，拢适合着真侪人啦吼。咱先请老师来登来咱的位置啦吼，继续咱要来讲着吼，其实坐这方法吼。除了这个运动以外，食食嘛是真重要。那有看到这个老师啦吼，这排几排，哇，拢是老师，这拢是你规工所食的吗？有分早顿、中昼顿，还有暗顿吼。哇，分别要哪食？因为咱过年时拢食这个大鱼大肉。老师应该无这过年时无食遐这个。嘛是有食真济啊，系啊，我嘛是会过年。嘛是会过年哦。食大鱼大肉，啊，咱即马过年了后，就爱开始来甲咱的肠啊，甲咱的腹肚清清的吼，就像讲咱厝的摒扫共款啊吼。咱头一个爱做就是咱的腹肚爱排肠啊、清肠啊、清好清气，因为即马大肠癌是咱癌症内底讲上第一名啊吼，所以讲这。清肠是真重要的代志。啊，像咱的肠仔内底有几下构造，咱上重要就是上下骹这个直肠的部分吼，就是靠近咱的迄个肛门呐，粪口这个所在，粪口迄个所在一定爱甲用好清气。是。就像讲咱厝的马桶，咱拢会去用马桶刷甲清气共款。啊，咱的肠仔就像这个管，伊是安尼一空一空一宽一宽，一块一块一块嘿。所以咱肠仔这凹入去的、纳入去的所在，咱是清袂掉。有影。啊，所以咱清袂掉，啊，要安怎清？透过食食嘛。对，透过咱的大量的来啉水。啉水啦吼。海盐水、盐水。哦。天然的，这天然的海盐吼，啊，温水40度，咱的肠仔是较好吸收的。过来就是柠檬，对，掺在内底。哦。啊，这个盐的比例就是比咱的汤较正一个吼。因为你也无掺盐，你会啉甲会想要吐。哦，有影。啊，柠檬是上好的排毒，所以一定爱加柠檬吼。啊，你一遍都爱啉较济哦，爱安尼一气，一直啉一直啉，敢若像啉啤酒。哦。就是爱甲啉无了，袂使讲慢慢啉。是。你要洗肠仔，一定是爱像咱咧冲水，用迄大力的安尼伫冲口。哦，这个肠仔有这个压力啦吼。对对，所以你得爱安尼啊，清完了后，你就开始来做咱头骨啊示范的瑜伽动作。咱瑜伽动作上重要就是拢是咱的腹肚，甲咱的腰去互伊叮当，啊会当互咱的宿便慢慢一直排出来。啊，时间是伫个下昼夜，你袂使讲我食饱要来做，安尼嘛袂使，一定是爱。你前一天8点了后，你就爱准备讲，你无袂使去食，就敢若讲咱要去做
断食啊，是讲要做身体检查，拢会是甲这肠仔先互清气的意思吼。是，这就是头一个要做的。就是啉盐水啊，再掺加柠檬啦，这个水一定按这个700毫的这个部分啊，甲灌落去啦吼，互你清肠。清肠。是。啊，伫咧下早啊。是下早的时阵。7点到11点这个时间。是上好的时间。啊，先空白去做。啊，有影。啊，老师，你头前摆这件物件，对位是你的早顿。嘿。咱清肠了后啊，你会开始一直排射。是。啊，你排射甲差1点钟的时间，一直排射，一直做运动。你的排射敢若像咧啉木瓜牛奶迄落色，敢若小可落屎安尼吼。啊了后，你就开始爱来食这，甲咱的肠仔，咱肠仔有上，那你伫咧排射时间，伊肠仔上拢已经把垃圾排出去，排毒嘛吼。啊了后，你爱搁甲补充你这肠，搁互入去。所以咱头一个要食是，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糜爱煮甲剩暗，暗就敢若汤尔，所以你是汤。啊，掺这个咱这印度百年的这上重要啊，这个奶油，伊这是提炼的精纯奶油，就是印度人因咧食拢无杂质的。八大啦吼。对，八大嘿。啊，投落去啊，适量就好。吼，啊，过来你就是你这啉了，你就会使看你要食较轻食的、较简单的，你袂使食鱼食肉，你敢会使食拢是像这上的物件来保护咱的胃甲咱的肠啊，所以就是像这木耳饮啊，啊金蕉一定爱，也是润肠，嘿，咱的肠互伊较袂安尼吼，伤过湿气，湿气伊就无法度去运转啊，你就便秘嘿，啊过来就是地瓜，番薯，嘿，啊过来就是，所以你下昼你就是敢会使食，这是莲藕粉，混落去发的安尼。对，这伫咧你若破病的时阵开刀，啊，算是肠仔的毛病，你头一顿要食，医生嘛是开这伫咧病院嘛是互你食这嘿藕粉吼，莲藕的粉，嘿。所以这拢是互咱的腹肚、这肠仔，互伊保护了后，你敢会使伫咧第二顿下昼较来食这个正常的食食。是。啊，袂使大鱼大肉，所以你要食，你敢会当讲要肉，你就爱经3肉，吼，啊是讲像这虾啊，是鱼啊，吼，较袂有咱的胃肠有这负担啊。有影。啊，咱过来水果就是你会当食较迄落。较卖酸的水果，就是像这苹果啊，有胶原啊，吼，胶质啊，嘿，啊个小蓝莓吼，啊嘛较好食，较好补。有影啦吼。啊，咱身躯嘛会伤过寒，你讲食这伤冷嘛袂使嘛，所以你就爱掺一寡，这是姜哦，姜生过的姜，啊来保护你的胃。这是乌豆，乌豆补充一点咱的蛋白质，吼，安尼。啊，过来你也喙焦，一定爱一直啉水，你袂使讲你无啉水，你无啉水，你会脱水。脱水以后，你会便秘，你个放屎放袂出来，所以你也要啉水，你就家使啉咖啡加红茶，吼，这2项。啊，你也腹肚枵，你就是鸡卵就好。鸡卵来补充咱的蛋白质。是。啊，你的红茶当掺姜，因为姜是会当帮助咱的排毒，加互咱的代谢较袂大块。有影啦吼，所以这个食食真正真重要。继续咱要来请咱的苏琼姐啊，吼，咱讲这个过年病啊吼，肠胃啦吼。肠胃炎是这个急诊，可能是过年上济这个部分啦吼。尤其讲这个部分是安怎去注意的？因为咱都是过年食食伤济啊。啊，头拄食咱有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这个健康的这个部分。啊，尾啊，咱要来去做一寡解决的。哦，咱过年迄个时阵吼，同齐急诊第一名就是肠胃的毛病。啊，肠胃毛病定然是因为你知影，第一个是讲吼，有当时啊是咱的食物无够新鲜。哦。因为伊吼一当想讲啊要过年啊，啊一摆就买愈济，买愈济就放在个冰箱内底。啊，你当时啊冰箱啊物啊放伤济吼，伊这温度就无够低，无够低，咱内底这个细菌呢一直生，啊就讲较容易肠胃病。是。搁第二个代志，你知吼，咱有当时啊过年，咱的迄咱菜市会休困嘛。是。所以遐个餐厅
听吼，伊遐食材吼，拢是先买起来。有影。先买起来吼，伊也无处理好。你想讲，哎哟，咱即摆厝的拢无食，咱来去外口食好啊。去外口食着拄好食着去较无新鲜的。如果你无拣好，嘛会肠胃毛病。我会记得同厝边是有一年的过年嘛，你知影过年有一寡人因共款无办法休困，是讲咱咧病院的医师吼。啊，有一届有一个病院的医师啊，啊，你做无用嘛，因为过年的时阵急诊的人足济，啊，叫大家就想讲啊，咱就直接叫外口的物仔来食好啊，这样过年通定叫的物仔是啥？披萨，因为足方便的嘛。你看大家吼，咱的护理人员啊，是咱医师啊，啊有一个小可一点仔时间，先去摕一袋来食，然后洗好手来过来服务咱的病患嘛。啊，所以大家叫披萨。啊，上才奇怪，那叫了吼，你每一人开始感觉会腹肚怪怪，然后一开始个想讲惨嘛，是啥物毛病还是啥物病菌，后来才知影讲啊，就是披萨可能保存有问题，就卖。所以吼，咱过年期间同重要注意的是讲，你这个食物一定要保存了好。有影啦。系冰箱吼，啊，放在冰箱的食物出来了后，一定要充分加热。哦。就是讲吼，你啊煮吼爱煮个滚。是。吼，啊，你个食物用吹爱吹较透。吼，你袂用想讲啊，本来就熟的吼，啊，放在冰箱嘛，啊，过年过较初15过，啊，想讲，物仔内底阁有，因为当时阿妈迄鸡嘛吼，为初一直放15阁有嘛，长年菜嘛是嘛吼，长年菜无人要食嘛，想讲放啊，嘿，15拢想讲啊，即马袂要紧，咱就反正拢是熟的，摕来凊彩滚一下，一定爱滚较透。好，第一个代志就是。放咧冰箱的食物，咱若定心要去食的时阵，一定爱滚较透，安尼吼才袂问题。那第二吼，你知过年了后，咱如果讲过年当迄段时间同齐急诊就是肠胃毛病嘛。啊，你知过年了后同齐就是啥？减肥的迄门诊生理同好。即讲进前啊，咱迄国民健康局吼，因有调查。有当时过年你看才一礼拜，可是有当时咱台湾人吼，一个过年平均能重差不多1.5 kg 以上，吼，大家拢做熬食，所以病院吼过年了后生理同好，而且会减肥班，吼减肥班可是问题来，有人想讲啊，我著减肥就是讲拢卖食就好，可是因为你进前。食足济，啊突然间拢唔爱食，啊就开始身体出状况啊，就身体就出状况，所以正确的减肥嘛是最重要。是啦，咱继续先来看讲，这个大考有一个这个指数啦吼，大家嘛先印象真深，咱搁甲观众朋友小解一遍啦吼，就是讲这个身体质量指数啦 ，BMI 啦吼，就是你的体重拄你的这个身高啊，这个身悬啦吼，这个公尺的这个平方啦吼，咱看到一般吼正常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体位啦吼，差不多是18.5的这个 BMI 甲24这中。吼，你若是超过24，啊是讲这个甲27啦吼，就是小可有大可；啊若是这个肥胖啊吼，就是这个27甲30啊吼；啊若超过30、35吼，这就是搁较要义这个所在啊。亲像阿明吼，我差不多177公分啦，所以1.77啊，1.77的这个公尺啊。平方2解吼，体重落去度吼，72啊75吼，这拢是这个20以下啦吼，所以这拢是伫咧标准之内。但是若是个75以上，哇，就大考起来，这就是有这个危险的这个所在啊。尤其吼，我哋过年前有去查啦吼，这个我有中度的肝包油啦，哦，这足杂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医师啦吼，肝包油就是咱华语讲这个脂肪肝吼，这肝脏外口。包一层油伫啊，好啊，这虾米人较会得？啊，都是伤肥的人。伤肥。嘿，啊，都会肥，啊，都是腰部、腹部肥胖的，嘿，腹部肥胖的人，较容易得到肝包油。啊，肝包油嘛，不是讲每个人都得，差不多肥的人，差不多1/3都有肝包油的情形。嘿，阮台湾吼以前都比肝足济嘛，啊，即马治疗死肝，比肝死肝拢治疗袂歹，结果。肝发炎的人嘛足济，为虾米？啊，结果就发现都是肝包油，啊，肝吼包起来之后，我们讲较简单的就不透气的，啊，不透气的伫内面发炎，啊，肝指数都慢慢啊上升起来，对，嘿，所以就变成肝炎赶快，肝炎了差不多10当20当嘛变做肝硬化，硬化，啊，嘛当可能变肝癌节出来。所以卖伤看这肝包油，伊嘛是甲慢性的发炎共款的。是，那这个大颗的人吼，这个肝包油，啊，伤瘦嘛是一个危险的这个族群啦吼。啊，有当时食菜人卖肝包油，伊这个蛋白质啦吼，可能无够。食菜因为因食较侪碳水化合物。吼啊，阮蛋白质甲脂肪拢较无有，啊，这拄好就互肝伫咧代谢，啊，所以很容易就造成脂肪肝或者是三酸甘油脂伤悬起来，安尼，
所以拢这个爱变，特别是坐办公室上久的人，上久的40岁、50岁，迄种代志事业有成啊吼，啊，就坐办公室拢无去外口走动啊，吼啊，这嘛是较不运动的，看中腹部肥胖的，就刚刚主持人讲，阮肥胖除了 BMI 以外，啊，还有一个腰围，腰围啊，男生的腰围超过90公分、90公分，啊，女生超过80公分，啊，这80公分、90公分较无观念，啊，就简单的讲起来，就是你裤若是穿36腰的，都是腹部肥胖啊，男生啊，女生穿32腰的，都嘛是腹部肥胖。查甫36腰啦，吼，对，超过你就爱较注意。对，啊，这款的就较容易肝包油、脂肪肝安尼。有影啦，吼，咱讲这个大箍其实就甲这个病因吼，拢有关系。咱嘛有整理到一地方这个图表啦，吼，我头拄看到时阵，哎呦。眼症，头到这个大肠炎啦吼，啊其实还有乳癌，还有射护腺癌，对，还有阮拄则讲的，你以后肝嘛是可能，还有女生的卵巢癌，哦，卵巢都甲食咧伤肥伤油的较有关系，对。所以咱头拄也嘛有讲到这个肝硬化啦、心脏啊、糖尿啦吼，这个肝病啦、这个腰子、这个等等的这个病，拢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大箍所引起的啦吼，所以头拄这个咱林教练甲这个蔡教练拢甲咱小解吼，有健身的，有这个yoga的，拢爱好好来做一个啦吼。尤其咱讲这个，若是讲肝包油，有这个轻度、中度，啊，有这个重度的啦吼。若是你无注意，后尾啊，这尾手可能是肝炎、肝癌啦吼。所以大家拢爱真注意。咱先来看讲，其实咱头拄有讲到这个运动啦，有分这个 cardio 啦吼，就是讲这个心增加你这心肺功能的这个部分，也是有讲做这个重量的这个训练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头拄也嘛有讲到，老师，咱这部分应该是较这个无氧啦吼，无氧气哦，氧气啦，就是这个酸素啦，酸素啊，酸素，对，这个部分啦吼，用到这个爱寒冻，有的人老岁仔人其实因较早可能过去拢干那做这个咧伫遐走啦吼，其实这个重量无去甲增加，其实对咱的这个骹手，也是讲这个骨头拢是较无好的啦吼。对，因为咱年纪到差不多30、40岁以后咧，咱的这个筋肉，咱的骨骼，啊，甚至咱的这个神经系统，渐渐就会开始退化。是，啊，咱一般传统伫台湾的观念就是讲，啊，你若年纪大吼，咱就莫去掠重的，迄少年仔咧做，啊，颠倒就是讲你愈无去掠重，无这个重量的训练，无这个刺激，啊，咱的这个筋肉吼，啊，这个骨骼就一直退化去。啊，所以咱即马拢鼓励讲，年纪大。你嘛是爱做一寡重量训练，是，啊，而且爱有够重，你无够重，迄个刺激无够，是，嘛袂产生这个效果，所以爱有够重。教练头拄讲，你自几岁到几岁，啊，几岁人伊爱用无共的这个重量啦吼。这我上细汉的学生是国小1年啊，啊，我上老的学生是94岁，94岁，伊举重会当举偌重？94岁阿伯，我捌互伊举12公斤，12公斤哦，比我拄则还较重一岁。我那阁有另外一个89岁的一个学生，一个阿伯，伊会当像咱拄则迄个硬扭迄个动作，伊会当做32公斤。哇，这高。对，啊，所以其实咱老岁仔人吼，就是慢慢啊练，啊，咱动作标准，做正确。有哪会使慢慢啊甲加重，做这个少这个重量，对轻的开始练，啊，咱甲动作练到正确，是，啊，慢慢啊练起来了，你即马愈寒愈重，你就愈来愈有力，是，啊，你的骨骼就会当甲你的身躯挺好掉，啊，所以哪练伊的骹步咧行就哪稳，是，啊，就哪袂跋倒，啊，就算无细机，若讲有一天无细机去跋倒。因为你的这个筋肉、你的骨骼有够强，你嘛较袂受伤。有影啦，嘿，哇，这是真重要了，就是讲从起咧开始，豆豆增加伊这个重量啦，吼。对。哦，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yoga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这其实有分这个岁数哦，啥物岁数的人较适合咧做，还是讲无分的，拢会当来教做。其实嘛是无分啦，不过你也准讲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吼，你也是爱去问医生讲，你敢有适合做yoga吼？因为有的人伊有50斤，伊手就举袂起来啊，所以对伊来讲是真痛苦的代志啦吼。啊，不过你去复健，伊嘛是叫你爬楼梯，慢慢扭，慢慢扭。你也愈无振动，你就筋会愈定嘛吼。所以对，嘛是爱继续运动。你差不多为幼稚园的小朋友，伊嘛是有做律动的迄个运动吼，啊，甲咱
老人80几岁，老人的 yoga 嘛是拢有，是无分的哈。所以咱嘛有整理了一个图表啦吼，就是讲这个咱华语讲有氧运动加这个无氧运动啦吼。这个有氧这个部分就是利用你的这个骹手骨啦吼，这个互你的这个身体这个能量哦，这个真关速的这个运作啦吼。来，这个做一个循环，也是讲代谢方面这个效益啦吼，啊，嘛会当强化你的心脏甲这个迄个肺部这个能力啦吼，啊，伊上重要就是烧这个机能啦吼，啊嘛有法度甲这个糖分啊，啊是讲这个机能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蛋白质，拢做一寡这个消化啦吼。像这种的通。平常就是讲伊做起来吼会较喘，啊心跳会愈来愈紧，是这款的。所以你慢慢你咧走啊，手动、脚动的啊，走来走去，会喘起来时阵都是有氧运动。像我这阵也搁咧喘。是，以前吼，阮都叫别人做较济有氧运动，后来就像教练讲的，啊有氧运动做了后，迄心肺功能是较好，但是肌力甲骨骼都无够。哦，所以我们现在后来发现讲老时代会。跋倒是，吼，啊肌肉无力，所以要给他做一点无氧的运动、肌力的运动，可以，肌肉较大起来。是，肌肉大起来就要注意哦，因为伊个关节全部都较差，有嘛较退化，啊，你来先一定要好好评估，讲有无代志，脊椎龙骨无代志，关节无问题，无你就等者个恶化，关节像膝盖关节都会退化更加严重。但是有氧运动就较无要紧，有氧运动阮就心肺功能较好，较会当你看起来较无安尼喘，但是过程中个案会较喘较大气，但是我们的心肺都会较肃强一些安尼。所以这个两种运动啊，都要交叉使用，都要交叉。因为即摆有当时咱老大人啊，吼，流行讲咱一工就来走10000步，吼，行10000步，行10000步吼，伊就希望讲，行较紧一丝丝啊，行会小可会流汗，小可会喘，安尼才有散手，安尼才讲会讲有你的迄个心肺能力在管。可是即摆较流行的是讲这个部分就是讲，咱希望吼。筋爱软，这肌肉爱强，肌肉要强吼，就是讲拄啊，迄爱有力，有动，因为你这肌肉啊强吼，第一个是你行路袂跋倒，第二个更加重要，咱拄啊讲大箍嘛，你肌肉愈济，你愈无讲较不容易大箍啊。因为你的代谢较好，啦，所以差在遮就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就要做时间讲吼，不论是细汉还是大汉，咱都还来练这重训。对，重训甲肌肉，我即摆做一个研究就发现吼，肥较不要紧，肥你是拢是鸡肉，肌肉都会使你。好这样的话，它的给肌肉较强，都袂跋倒。是，像阮量小腿围33公分啊，还是啥物，像肌衰弱、肌无力啥物，都是因只做有氧运动，无纯做肌肉的训练。所以做肌肉训练的两项，一个做主力的运动，一个是蛋白质爱食较够。你两项运动最重要。是，你若做运动尔，无蛋白质嘛，肌肉袂长出来。你食蛋白质无运动嘛，袂使你，嘛袂强长甲鸡肉遐。所以一定要两项拢做。蛋白质爱食较够，好的蛋白质爱食较够。做一些主力的运动，安尼两个相辅相成，较袂跋倒，都较。即便你跋倒嘛，袂讲受伤较严重，所以有好的这个蛋白质，增加你的这个筋肉量，还有这个重量啦吼。所以老师你有建议咱爱做什么款的？咱头头做3个啊吼。其实一般咱坐这个办公室坐久来吼，还当做一寡什么伫办公室会当做的无？其实咱伫办公室就是像咱拄则这3个动作，我真简单啦，伊无需要什么空间。器材就算拢无器材。嘛是会使深躯，做这个做霸形健身，霸形健身，这拢是真好的动作啦。是，这个拢会当来继续来做。继续做，是，咱头头讲到运动真重要啦，食食真重要，但是有人为着要减肥，亲像这个生酮啊吼，还是讲断食啊吼，拢总出现。我嘛有试过这个生酮啊吼，我嘛有试过，你嘛有试过啦吼，迄就是爱食钙油头。蛋白质加脂肪加伤济，起床的时阵爱先啉一杯这个烘断的这个咖啡啦吼，这个迄当阵去买亚鸡油啦，搁爱用巴塔，是，然后呢，这爱真好的乌咖啡，是，
该拉吼，我有当时佫用迄像迄咱迄高接机啊，给拉到嘿，啊拉感觉牛奶，嘿，感觉辣体，啊啉落，再去安尼一杯，一直动到下昼中昼开始食呢，从主要就是讲咱迄。因叫做 keto diet， 就是吼，无简单的讲就是无糖的饮食啦，吼，啊，所以差不多早起食这了，下昼我当时我就是外口食，就差不多像老师这个，老师这种安尼吼，我就去迄个人即摆拢流行食一个人的呷哺呷哺嘛，啊呷哺呷哺就是都有做这菜嘛，啊你就点一个什么较油的吼，迄当时我特别油哦，所以以前拢是讲啊，我要食海鲜，无迄当时讲我要食迄落肥肉。肥猪肉，愈肥愈好，迄五花啊、松板啊，愈油愈好，啊，那个来啊，差不多烫烫的，用杀啦，杀过了，啊，就加遐咱的青菜食的，安尼一顿。但是安尼有这个风险无？风险是啥？像我吼，我本人，迄当阵吼，我用这就是无糖的饮食哦，确实是有瘦哦，而且伊足特别的是，伊吼3家拢3人8度烫食哦，8度烫我迄当阵差不多做3个月嘛，3个月差不多3有3寸要。是要3英尺，3英尺，就是头拄咱讲的这个32腰查某的，还当变29腰，嘿哦，就是差不多3个月，差不多3英尺。可是吼，我迄血油啊，就明显变悬，有影真悬。因为我还未开始用这无糖的饮食进前啊，我的血油啊，我好的胆固醇啊。加80几安尼我好的胆固醇80几，我歹的胆固醇90几，两个差不多侪。可是呢，我差不多食3个月这无糖的饮食啊，吼，因为大家拢会食防弹咖啡啊，食迄同油的肉啊，巴达啊，椰子油啊，食差不多3个月了，我迄个歹的胆固醇啊，就悬到变110几。哇，有影。就悬起来。我当阵去看这中医嘛，讲伊咧赞美啦吼，伊讲啊，你若会热啦吼，真正是我就讲啊，即阵有咧食这个生酮这个饮食啦吼，所以讲伊就讲建议讲啊，你就。较甜的吼，唔通安尼食啦吼，这个真正是血热血油拢是直接来。所以可是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嘛共款在食这无糖的饮食，就是这个 keto。然后伊维持得真好，我就发觉伊的方法是啥？伊唔是食椰子油，伊嘛唔是食巴达，伊食烤地油。烤地油，伊的油吼，伊讲我食较济油，可是我的油就是用烤地油。吼，有当时伊用啥物？就是迄西方就是用亚麻籽油。吼，伊用这2种油为主，伊完全无食迄什么椰子油，无食巴达。然后伊这蔬菜吼，拢食足济。伊讲虽然讲无糖，可是菜有当时会超过，伊讲袂要紧。伊就是吼，家己拢会安尼料理，无食外口。我咧讲，伊这样瘦足济哦。伊本来吼嘛是有小可加糖尿病啊，血糖嘛维持了足好诶。哦。所以我感觉选着油哦真重要。选着油然后，咱先来看咱有经历有3种方式，然后就是讲头拄仔这个 keto 生酮然后啊有较低糖诶，就是减少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部分然后糖类这个减少。改用这个蛋白质啊，是这个机能来补充这个营养啦吼。啊，这个糖类这个食食吼，差不多占到了20%啦吼。啊，这个 keto 咧是完全用到蛋白质啊机能来取代咱讲的这碳水化合物啦吼。啊，互这个身体有这个动静啦吼。啊，这个部分咧会当用这个机能来取代原本这个葡萄糖来做能量的这个来源啦吼。啊，糖类差不多是低到5%啦吼。但是讲伊这过去是一种治疗这个癫痫吼。这个部分啦吼，啊，所以其实要食一款物件，其实嘛是要有这个医生的这个认可才较好。阮主本呢，阮食的物件有大概有3款，一个是碳水化合物，差不多50%到60%，蛋白质甲脂肪拢差不多25%安尼。是。但是你做 low carbohydrate diet 就低糖饮食的时阵，你看你碳水化合物20%尔，这20%减10%减这20%，你其他的这40%要用啥物来食？这都是蛋白质，这都是脂肪。是。所以阮主本有心脏病，还是血油较悬的人，都袂当你讲都转改个蛋白质还是脂肪，除非你减较好的油，像亚麻籽油啊，或是一些甚至苦茶油啊，像我们说那个 olive oil 哈。那个橄榄油，迄款较好的油，嘛会使哩。但是蛋白质嘛是要增加，但是你想看卖老时段有时油脂较差，肾脏的你蛋白质食伤济的时阵，肾脏的负担嘛会较大，对，所以这款阮食不管是低糖的还是启动的。饮食的时阵，你一定要看你的血油是主本是偌济，看你的检查一下你的肝肾功能、肾脏功能有好还是歹。有的人心脏已经都
已经在边缘啦，像 stage 3啊 stage 4的时候，你拢唔知影，啊你搁食安尼汉济蛋白质的时候，你就惨啊，因为就食伤济。记载袂掉。对对，所以我在做，不管你低糖的饮食，或者是低糖的饮食，身体要先顾好，先检查一下，都无这款的问题，啊就慢慢来食，豆豆来食，这体重一定会瘦。啊，阮即摆就讲，像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一定要先减体重，再过来治疗。啊，唔是讲先食药啊，过来减体重，安尼就拄则反过来。啊，你食这款的，若食好的时阵，你体重有瘦5公斤、10公斤的时阵，你血压嘛会较好，血糖嘛会较好，血油嘛会较好，啊，这合并症就会较少咧。但是一定要注意主本的身体的状况是安那。是啦，所以。这个市面上哦，足侪册拢咧小解讲安怎来减肥，安怎来减肥，但是吼，互医师傅评估过啦吼，较实在啦吼，唔通讲有当时啊减过头啊，减过头啦，有当时啊这册淡薄看，啊有诶人嘛无照步来，真危险的吼，是。尤其是啊，之前有一寡人吼，会看喺市面上有迄卖讲哦，你看我这吼，这是无糖的呢。啊，是讲哦，无糖的，咱足健康的啊。叫你食有发现吼，有诶讲伊无糖，可是内底油足济。啊。伊无糖，可是伊是油介济啊。啊，你拄心脏病，啊，你拄食落，血油搁较悬，就足危险。是。所以免家己乱食，你要先知影讲，我到底是你食啥物，这是足重要。第二个部分就是吼，最近啊，迄个医学会咧讲吼，其实这大箍这个问题啊，总你若大箍，甲一个情形讲，你 BMI 可能35、36啊，伊讲你这款人其实你的大箍是一种病，你莫讲啊，我得家己来控制，其实是一种病。这种时你爱找医生，因为吼，伊讲吼，这个人定定吼是伊脑内底，这甲咱讲，咱应该。正常的人吼，咱食饱就讲啊，足饱无想要食，对不对？可是这个人吼，伊脑唔知饱，伊食了唔知饱，嘿，伊就一直感觉一直食，伊唔知饱，食无够，所以呢，伊会愈来愈大号，伊才有可能在 BMI 会到30几、40几。那这个人因叫做讲这种破病的这种大箍吼，一定要找医生，因为你家己来减，第一吼。通常拢先无啥物用，第二拢哪减哪肥，哪减哪肥，哪减哪肥。方法唔对啊！你这无食，迄无食，但是你这无食的时阵，别项都食较济嘛。因为你身体要叮当，要维持身体一定的机能的时阵，都一定要话这热量拢固定的。所以阮呢一定要先算好热量，豆豆啊减安尼才会使哩。袂当你找家己。特别是蛋姐，阮讲到断食的时阵，那更加重要。你袂当你讲3天打鱼2天晒网吼，啊断食疗法其实就是安尼啊，你5天有食，啊2天莫食，还是早时食，按顿莫食。啊，但是你身体若是有原本有问题的时阵，迄断食疗法就要搁较注意一下。是啦吼，这个断食吼，咱来看讲，其实哦，伊就是要有这个胰岛素啦吼，为前提这个食食的这个方法啦吼，维持这个食食的这个总量，这个情况之下咧。甲食这个要食物件这个时间哦，限制伫特定的这个部分啦吼。亲像有人讲是，我食8点钟就好啊，其他16点钟咧休困。啊，有的是这个食5点钟休困，这食1点钟啊，这个比例啦吼。啊，有是24小时就拢唔爱食。这有侦查无？这有侦查，这我嘛有用过。是，对。就讲这16倍这，我感觉一般人啊，如果你身体吼，无啥物大毛病，这真好用。因为吼，就是讲吼，我即马第1顿到我第3顿吼，中间我就一天加有8点钟你食物啊，16点钟休困。这是对咱现代人较简单啦。你就差不多讲啊，安尼用防止你讲要咧困啊，搁咧食物啊，这真有效。啊，拄啊讲5比1啊，这同好用的方法是讲一礼拜吼，你减2天。减2天。伊讲一礼拜你用减2天，这2天呢，你差不多食600卡路里，600差不多就是一个便当啦。啊，所以你安那讲，可是我今仔用食600卡路里，啊，可是一天有3顿的，一个便当家分两顿食，安尼就会使。你一礼拜减2天，我有一个朋友用这个方法啊。半年哦，差不多15 kg。15 kg。嘿，哇！就是因为5比1的这种事，就是5比2，伊毋是用伊讲2。5比2。就是一礼拜你就减倒2天的，同简单，因为你看拜6礼拜，如果你也是甲你厝的大做伙吼，拜6礼拜无好，因为大家拢讲哦，拜6礼拜安尼就放假咱出来食，安尼这2天就无好。啊，如果你家己大，你
一般就是跟朋友食较济，拜六礼拜拄好来景，因为你一个人咧厝诶无代志拄好景，啊，迄当就食较少诶，所以景2工你同适合食较少，迄2工来做600卡路里2工，啊，剩诶你就正常食，啊，人安尼半年就减10几 kg。哇！阮迄16比8诶时阵，就你看你早时8点食，吼啊8点钟了就差不多下晡4点，啊，你这段时间内。互你的一工的物啊拢食了，吼，你都会使哩。所以阮以前有讲过午不食，啊，望着迄生女过午不食。你看生女拢散散的，无一个肥的，都是因为过了中昼以后，就较卖食，还是食较少的。哦，所以这个8个小时，8个小时都是安尼算出来。啊，像拄则讲的断食24小时断食，是一礼拜有1工2工，上好是经啊拜礼拜3。拜礼拜3，因为你拜礼拜拢厝里人嘛，庆祝还是宴会啊，啥物啊？你绝对你袂当你讲一个人，逐工讲我叫要减肥啊，逐工一个梦咧梦物啊滴啊，家己食。啊，你礼拜拢会当你食不要紧，但是拜礼拜3你就做代志较无时间食嘛，不要紧，你就像600卡就是阮的极低热量的，差不多600到800卡路里安尼，啊，你就一工食安尼，啊，其他的时间哦，你就差不多安尼，嘛会使。吼，这是我去年的10月去美国肥胖医学会，哇，全部拢是讲一个断食，为什么？因为你其他无地好减的嘛。你讲你较卖食，这卖食，迄卖食，啊，别人讲我都啥物拢卖食，我要做啥物？所以看营养师，嘿，都营养师看这个都无爱去啊。啊，你都讲你啥物拢会来食，都会来食，啊，这就剩这阵时阵会当你食，其他时阵卖食，啊是一礼拜有2工，吼，像礼拜2、礼拜3，2工你卖食，啊，其他时阵你食，那嘛毋是种食足济，就是食差不多的时阵，正常食，吼，会当你去应酬啊，就会当你去甲朋友讲。开杠啊，聊天啊，讲明，这种的效果是比较符合阮生理的变化。主持人讲，胰岛素，为什么？你较卖食的时阵，胰岛素就不会分泌，啊，不会分泌的时阵，你都袂枵，你都袂想要讲食的，所以就用这种机制，把它比较符合生理的方式哦，做一个减肥的方法。你知影现在拜礼拜3哦？是啦，因为吼拜6礼拜啊，甲厝的人做伙食嘛，啊拜1吼。因为上班心情做歹，心情做歹，我爱食一丝丝，我心情更较歹，所以今拜礼拜3。拜礼拜3，吼，所以讲这个食食真正真重要嘛，袂使讲哦，完全拢卖食。而且咱这卫福部啦吼嘛，规定啦吼，毋是规定啦吼，建议啦吼，建议讲咱什么时阵爱食，咱亲像讲有的这个分量啦吼，拢有甲咱做一寡这个部分啦吼，亲像讲10工食一杯，啉一杯牛奶啦吼，差不多是240cc 这个部分啦。吼，嘛会当互你这个骨骼啦吼较健康啦吼，啊另外咧就是讲哦，这个水果嘛袂当食过头济啦吼，就是讲这个拳头母遮尔大就好啊，啊菜爱比这个果子搁较济淡薄啦吼，饭咧含菜色共款济啦吼，啊是讲这个豆类啊、鱼啊啦、这个卵啦吼、肉一个这个掌心的这个部分啦吼，拢是差不多安尼。啊，其实这嘛是食食有味道，什么先食，什么这个尾仔食啦吼。啊，尤其咱讲这个果子啦吼，像这个果子豆啦吼，就是咱华语讲的这个坚果嘛，是真重要的吼。咱继续先请教咱的苏琼子啦吼，就是讲是安怎？这个咱这个建议是安尼写的，但是有的人就是遵照这个建议，但是嘛是搁小可大颗咧。因为咱这个建议是安尼写啦，可以。真侪人拢无安尼食，所以吼，同简单就是讲吼，老师这种便当盒仔同好，是，这吼你家分4格，分4格啊，咱即马现代人吼，因为其实拢食伤济，是，所以咱来食的方法吼，2分1分1分，啥物叫有2格呢？你用放菜，是，比如讲你叶菜类，像你这菠菜啊、地瓜叶啊，啥放一寡，咱这菜花啊吼2格。啊，另外这2边佫有2格，对不对？是。一格放饭，啊饭同好吼，莫白饭。咱若伙糙米吼，这来放一格，啊，佫一格再是放咱食定定迄肉。啊，可是你看咱现代人拢毋是啊，迄一块白骨就遮尔大，啊砍掉了，啊就超过啊嘛。所以你想讲，咱即马转去，你也想要减肥，同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便当盒仔分4格，是2格是菜，1格是饭，1格是肉，像卵嘛是肉，吼，虾嘛是肉，嘿，咱的豆干嘛是肉，是，咱的
鸡肉、啥物肉拢是肉质价，莫讲我这个放一个卵，吼，啊，这个啉一杯牛奶，牛奶嘛是肉的一款，所以你就四价，安尼分，如果你每一顿拢安尼食，你就会瘦啦。哦，所以这同简单的分，这就是卫福部讲，这用 My Plate 我的餐盘，安尼分一个四等份，青菜、水果，吼，啊到那个蛋白质的，加蔬果的，就是一个盘内底分四份啦吼。就讲你个盘安尼分起来，你就知影讲食偌济，食偌济。啊，你果子豆你就是一尾吼，一尾啊，莫讲合遮大尾，先合起来安尼一尾吼，安尼叫做一尾。啊，你用各种拢会使，你要食什么夏威夷豆啊，你要食土豆啊、腰果啊，啥拢会使，就是一尾，啊尾起来一尾哦，合袂起来一尾安尼。真正袂使过量啦吼，所以咱今日讲这个过年了吼，真正是大鱼大肉食了。有这个咱的教练，有瑜伽老师带咱做伙运动一下吼，啊嘛有塑形剂啊吼，甲咱讲安怎食食，啊嘛有咱的这个医师啦吼，甲咱讲吼，这个其实若要减肥咧，嘛是爱有撇步有方法咧，嘛是爱找到这个好的医师来做一寡评估啦吼。所以今日非常感谢秀来宾来到节目现场啦吼。过年了后食伤济，咱就看这个节目吼，就是啊运动一下，食食的所在嘛是爱注意。今日非常感谢秀来宾，感谢。现在。